2020年1月17日，萨迪特欧洲杜塞尔多夫地区副主席阿德姆·德米尔率团队东突厥斯坦文化和信息中心进行了非常有意义的访问。东突厥斯坦文化和信息中心主席阿布都吉利利·卡拉卡什和访客乌迈尔·库尔特、阿卜杜拉·切列克·阿达姆·戴米尔讨论了东突厥斯坦的现状、土耳其的孤儿、维吾尔难民问题以及维吾尔侨民问题。卡拉卡什先生在讲话中指出，不仅有500万维吾尔人居留在中国的集中营中，而且有20万哈萨克人被拘留在中国纳粹集中营中，并表示应紧急支持我们在哈萨克斯坦受害的哈萨克兄弟。此外，卡拉卡什主席说，如果伊斯兰世界谴责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压迫，中国将不得不面对57个国家，并强调中国永远无法与世界接轨。大团结党伊斯坦布尔巴格西里区纪律委员会负责人、作家纳基米阿库省和 FSM 媒体负责人海如拉先生参观了位于伊斯坦布尔库克塞克梅切区的东突厥斯坦人联盟协会。代表团与东突厥斯坦人联盟协会主席乌布特维库尔及其成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交谈，讨论了突厥世界的问题，特别是东突厥斯坦的维吾尔人的问题，以及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压迫。土耳其卡赫拉曼马拉省民间社会组织抗议中国对突厥维吾尔人的政策。非政府组织聚集在卡赫拉曼马拉省特别行政管理大楼前，抗议中国对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的政策。萨图克伯格拉罕基金会的成员塞普拉卡什格尔代表该组织发表声明时说，东突厥斯坦并不孤单。参加游行的东突厥斯坦理事会主席萨伊特图木库克说，象征独立斗争的卡赫拉曼马拉省并没有忘记受中国迫害的3500万东突厥斯坦人民。另一方面，民间社会组织在商勒乌尔法举办了题为东突厥斯坦正在发生什么的会议。东突厥斯坦教育和团结协会秘书长阿卜杜拉哈德·阿卜杜拉拉曼以及许多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和公民参加了会议。科学家向 BBC 说，研究显示，在中国感染这种神秘病毒的人数远远超过官方数据。根据英国研究机构公布的最新研究报告，全球范围内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并发症数量应该已经超过1700例，而中国官方最新公布的数字为45。去年12月，在武汉出现的这种病毒被认为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可能引发肺炎，目前已致2人死亡。与1周前相比，我现在更为担心，传染病学家尼尔菲格森教授说。此项研究在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 MRC 全球传染病分析中心进行。该中心为包括英国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机构提供咨询。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比都同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举行正式会谈。这场缅甸外访之旅是习近平自2013年上任后，除专程参加国际活动外，首次在新年初访访单一国家，也是时隔近19年后，再有中国国家主席访问缅甸。习近平将同缅甸签署一系列规模庞大的基础设施协议，作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而这项全球贸易计划有望改变缅甸面貌。所谓的中缅经济走廊的核心为在若开邦中部缴票新建深水港，成为中国通往印度洋门户，并建造一条连接港口跟附近一处计划新建工业区，以及两国共同边境的高速铁路。